再熬一天，13日起南北方氣溫都將發生大變化，這些地方的雨船未下完。中國天氣網訊最近的天氣讓大家都各有各的盼頭。南方小伙伴在盼着怎麼時候能不再熱，高溫消退，而華北等地的小伙伴們在盼着怎麼時候能不再雨，太陽回歸。這一切都將在下週一10月13日發生變化，降雨超長待機。這些地方雨船未下完，假期結束後這3天，華北多地趕上連陰雨，像是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陝西北部、山西等地降雨持續刷屏，陝西、山西、河北部分站點3天累計雨量超100毫米。遠遠超出這一帶常年整個10月的降水量。今天四川盆地至華北南部等地的降雨仍在持續，並且進入了這輪降雨的最強時段。監測顯示08時至14時，降雨最強的區域出現在四川東北部和陝西南部交界一帶。明天強降雨帶旋主要集中在四川東北部到華北南部一帶。四川東北部、陝西中部和南部、山西南部、河北南部、山東西北部、河南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區有大到暴雨，四川東北部、陝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。13日降雨帶整體將明顯南落，華北南部等地的雨水終於有望結束，但在四川東北部、松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區還會有暴雨或大暴雨。華北的雨雖然停了，但是華西、黃淮等地的雨船是停不下來。預計一直到10月下旬，上述地區還會有2輪降雨過程。14日至15日，陝西南部、四川盆地東部、黃淮大部、江淮東部等地還將有中到大雨。16日至19日，陝西中南部、四川盆地東部、華北南部、黃淮、江漢、江淮等地船將有中到大雨，局地暴雨過程。華西至黃淮一帶雨一直下，累計降水量已經遠超出常年同期，而未來一周降雨疊加效應更為明顯。上述地區的小伙伴們要警惕持續降雨可能誘發的地質、山洪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災害，加強防禦。下周一南北方氣溫都有大變化，氣溫也將在下周一迎來轉折。先說北方地區，受陰雨天氣和冷空氣影響，近期西北地區東部、華北、黃淮等地氣溫持續偏低，不少小伙伴已經提前穿上了秋衣、秋褲，甚至是過冬的羽絨服，別着急，再熬一天。13日，隨着降雨減少後，西北地區東部、華北、黃淮等地氣溫偏低的情況會明顯好轉。城市中，北京、天津、石家莊、西安、蘭州、銀川13日最高氣溫都將重返攝氏20度或以上，濟南和鄭州也將緊隨其後，14日最高氣溫也倍回到攝氏20度以上。城市中，今天繼續刷新全年高溫日數紀錄的南昌，也將在13日那天退出高溫行列，更猛烈的降溫旋在後面。預計15日至19日，一股較強冷空氣將自西向東影響我國大部地區，帶嚟明顯大風降溫天氣。屆時北方大部氣溫又倍降至大幅偏低的狀態，而南方則是告別暑熱，天氣終於要正式涼快下。